家好啊！火炭星海提案分享景做，今日會帶大家嚟到火炭站銀禧閣，係一個市場罕有向東南嘅複式單位。呢個單位仲有新淨嘅裝修，間隔係3房，來自樓梯上天台，望開揚嘅全馬場景。我哋而家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實用面積有665呎，單位向東南，客廳望到全馬場景，景觀非常之開揚。單位附設新淨嘅裝修，客廳係左右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間隔方正。而樓梯下邊嘅位置可用作儲物嘅空間。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4人餐台。而門口入嚟旁邊嘅位置就係廚房，廚房保養新淨。廚房呢一幅牆可用作開放式廚房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沿住樓梯上到嚟1樓嘅位置就係睡房，睡房一共有3間。第一間睡房可擺放雙人床同訂做衣櫃。第二間睡房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。第三間睡房同樣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訂做衣櫃，間隔方正。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預留咗位置可擺放洗衣機，保養新淨。再沿住樓梯上到嚟呢個位置就係天台，天台都可以望到全馬場景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